迄大消息来关心，前 NBA 球星也是 T1 联名桃园分霸的魔术霍华德，昨暗伊是坐飞轮机离开咱台湾。这伊的买将拢有专工去送机，霍华德是感动甲流目屎。那后一个比赛球季，敢有可能过来台湾拍球？霍华德是讲，这是一个好问题哦。不过伊讲伊也唔知。 即到桃园国际机场，就受到真侪球迷热情包围。桃园分霸天下队用将魔术霍华德3日暗时准备离开台湾，无论抓帮或者是球员签名，拢无拒绝。球迷送机，霍华德感动甲流目屎，也对台湾感觉真唔甘。It's a very special moment to be loved here in Taiwan. So thank you to all the fans for an amazing year. It's one that's I'll never forget this place. Never forget the amazing time that I had here with all the fans and all the people here. So thank you guys so much. 要离开台湾，霍华德破小球迷整一个。今年37岁，霍华德去年11月底转战台湾职篮，最后20场比赛平均34.2分钟的上场时间，摕23.2分、16.2篮板加5助攻，虽然分霸战绩无缘季后赛，不过伊也是摕到最佳华冠。我们有来接机，所以我们要来送机。今天要来送谁回今天要送美国？绝对一定有正面的效益。为什么？大家都一定会有想要知道说有个 NBA 球星来，他就是会想要有一个提升一个竞争力。之前霍华德讲台湾是国家引起风波了，对外回失礼，副总统赖清德是成员，这有啥物唔对咧？无需要为家己的认同避免回失礼。另外，下届赛季是唔是有可能搁当台湾拍球？霍华德安尼讲。That's a good question. I don't know yet. 霍华德甲分霸无继续签约，一季是毋是会来也唔知影。不过，这个无受选方已经为台湾拿单，组织一支强心社记者综合报道。